艺人徐小可与阿 Ben 结婚已8年，育有2儿1女，幸福甜蜜，羡煞旁人。不过其实他们在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曾遭到迪英看衰，最后运气有多好我才不信。讽刺阿 Ben 爱劈腿，让徐小可很尴尬。而事隔9年再被问及此事，他也亲口吐露其中的委屈。其实，迪英曾与徐小可有次在节目同台，当时迪英对于阿 Ben 劈腿传闻颇为不满，还暗讽阿 Ben 爱劈腿，甚至在节目上直接呛谈恋爱无所谓，但必须断掉一段感情再开始另外一段。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，徐小可今30日谈起这段往事，吐露他9年前与阿 Ben 在一起时的确曾遭迪英瞧过，还被说最后运气有多好我才不信，一度让3人的关系紧张。但如今他也缓颊地说，知道迪英当时是心疼他，希望他不受到伤害。同样身为孩子的妈，徐小可看到孙安佐事件颇为警惕，但也说夫妻俩有旁敲侧击对孙鹏、迪英进行关心的动作。不过徐小可无奈表示，孙安佐真的是特例，孙鹏大哥我们也很心疼。